2.5億轉播費，國際足聯問央視搶錢，3個問題拆到你明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Will 叔。距離美加墨世界盃只剩40幾日，但中國球迷可能睇唔到直播。點解？因為國際足聯問央視要2.5億至3億美元轉播費，央視只肯出6000到8000萬，雙方僵住。好多朋友問2.5億合理嗎？係咪國際足聯掠水？今日我哋唔站隊，不煽情，用3分鐘拆解呢場天價博弈背後的3個關鍵問題，睇下點樣理性判斷，唔好被標題帶住走。第一部分，先問自己3個蘇格拉底問題，60秒。問題1，你判斷合理係睇成本定係睇價值？如果睇成本，世界盃製作、版權、運營確實有開支，但如果睇價值，本屆世界70%比賽喺北京時間凌晨2點，廣告價值斷崖式下跌，中國隊連續6屆缺席，全民觀賽熱情減弱。一句話，貴唔等於不合理，但脫離實際價值就一定不合理。問題2，你比較價格係睇絕對值定係睇可比口徑？屆次轉播費美元被2002加2006兩屆打包2400萬，前屆約1200萬，2010加2014兩屆打包1.5億，前屆約5750萬，2018加2022兩屆打包約3億，單屆約1.5億，2026單屆報價2.5到3億，比上兩屆打包仲貴。一句話，唔係漲價有問題，而係漲幅脫離邏輯有問題。問題3，你評估市場係睇中國獨特定係睇國際參照？國際足聯給印度兩屆打包價僅3500萬美元，中國單屆報價係印度近10倍，但中國市場確實有3億球迷基數，眾多中國贊助商已投入超5億美元。一句話，差別定價係商業常態，但差別過大就需要合理解釋。第二部分，3條普通人絕對不能碰的底線，45秒。底線1，絕不將情緒反對等同於理性判斷。網上好多聲音話1分都唔好出，睇雜感都得，但情緒法解決唔到問題。關鍵係點樣建立可驗證的判斷框架。一句話，反對天價可以，但要基於數據同邏輯，唔係基於憤怒。底線2，絕不將單一事件等同於系統結論。今次僵持唔代表中國永遠唔買版權，亦唔代表國際足聯一定妥協。版權博弈係長期動態過程，別用一日新聞判斷10年趨勢。一句話，事件係點，趨勢係線，別用點畫線。底線3，絕不將商業談判簡化為愛國與否。有評論將央視強硬解讀為爭市場話語權，打破西方霸權，但商業談判本質係價值交換，唔係意識形態對決。一句話，理性吹水嘅前提係分清商業邏輯與情緒敘事。第3部分，3個清醒認知加普通人追蹤方法，60秒。認知1，合理價格嘅核心係可持續商業模式。主體核心訴求，合理邊界，國際足聯最大化版權收入，支撐全球足球發展。價格需反映實際廣告價值加觀眾規模。央視保障公共服務加國有資產保值，唔能接受脫離價值嘅天價。普通觀眾睇到比賽加唔被轉嫁不合理成本，理性消費唔被情緒綁架。普通人點樣最終關注央視官方公告是否最終簽約，留意中國贊助商動態，若轉播泡湯，品牌方如何應對，觀察其他平台愛優騰、抖音是否介入分銷。認知2，僵持本身就有信號價值，央視敢於掀桌子，反映中國體育版權市場正在擠泡沫，回歸理性。國際足聯已從3億降至1.215億美元，顯示談判有空間。一句話，僵局唔係終點，而係新平衡嘅起點。認知3，
睇唔到直播唔等於睇唔到世界盃，即使央視唔買，球迷仍可通過商業平台付費點播。若達成次級分銷，國際流媒體平台需注意版權地域限制。圖文加短視頻集錦，免費但體驗打折。一句話，內容獲取方式多元化，係媒體融合時代嘅常態。第四部分，3個清醒認知，30秒。一天價唔等於掠水，商業談判本質係博弈，初始報價往往係錨定策略，最終成交價先係真實價值。二僵持唔等於破裂，距離開賽還有40幾日，雙方仍有談判空間，別用此刻狀態判斷最終結果。3個人行動嘅切入點，與其糾結點解咁貴，不如思考在版權多元化時代，如何建立自己嘅觀賽策略加消費理性。結尾 Call to Action 30秒 Will 叔的小總結：世界唔係因為價格高而迷惘，而係因為框架唔清而焦慮。下次見到某某天價、某某僵局嘅商業新聞時，不妨問自己3個問題：一、呢個價格係初始報價定係最終成交？二、價值評估有計入時優參賽隊、廣告潛力等實際因素嗎？三、這個資訊對我嘅消費、投資、認知有什麼可執行嘅啟發？理性吹水，先有營養；看清邏輯，先有選擇。片尾，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幫你理清了一些思路，歡迎訂閱頻道，一起當個理性思考的夥伴，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但記得不情緒化，不盲從，有交流才有收穫。得閒飲茶，我是 Will 叔，我們下次見。影片資訊卡，關鍵數據，來源，媒體報導，公開資訊，國際足聯初始報價2.53億美元，約18到21億人民幣，央視預算區間6000到8000萬美元，歷史價格對比2018加2022兩屆打包約3億美元，2026單屆報價已超此數，印度參考價兩屆打包僅3500萬美元，中國報價近10倍。仲要提醒，本屆70%比賽在北京時間凌晨，廣告價值大幅降低。中國隊連續6屆缺席世界盃，全民觀賽熱情與情感連接減弱。中國贊助商已投入超5億美元，若轉播泡湯將影響品牌曝光。行動清單今日就可以開始：一、收藏央視體育官網，設定開賽前1週提醒查最終公告；二、檢視你嘅觀賽習慣，係必須直播定係集錦都得，提前規劃替代方案。三、問自己，如果最終冇免費直播，我願意為高質量觀賽體驗支付幾多？